拜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是一个欢喜而乐的日子，咱看见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伊伫咱的当中，伊要伫遮来受洗，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咱这个时阵，咱求上帝伊的话来成做咱今日的帮赞，咱来求主来更新咱的性命。咱求主来听见咱听堂的声，愿阮要活靠伊，咱要活靠伊。咱做伙来吟这首诗。予我听见你听堂的声，因为我可你，予我在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，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？愿我记得那香拜在你面前，吃做你欢喜的祭。主啊，我要奉献，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叫你的名，时常敬诚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？愿我记得那香拜在你面前，成做你欢喜的祭。这阵，咱用祈祷来成做咱今日的开始。咱要用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主的宝座前，无论咱的顺境是如何，逆境是如何，咱拢要献上感恩甲乐乐。主是咱的大牧者，是咱的帮赞。咱求圣神伫遮掌权，求上帝将咱的祈祷通到以下，互咱来上帝来认罪。求主来赦免咱一切的不义。主的保护来洁净、来洁净咱的心。一声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阮深深靠无你的同在。主耶稣，你是人民的主，当阮悔改认罪，求你来赦免阮，你来接纳阮。主啊，你永远无来离开阮、放下阮。主啊，我要来亲近你，有对你的同在是美好的。主啊，我要接着祈祷，无论我的环境好歹，我拢要献上阮大大的乐乐甲感恩。因阮相信，主你是至高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是拢赢过拢总的上帝。主，阮乐乐你，主，阮乐乐你。伊引带阮行这条信心道路，我要用阮的嘴来保养你的救恩。阮深知你无放下阮，我要求上帝来带领阮，建立信心来行这条道路。主啊，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来恳求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，
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这个时阵，咱为着几项事来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上帝，正做咱教会的帮赞，正做咱兄弟姊妹来卡步上帝的话语。咱也为着咱教会的牧区团队来献上祈祷，咱则为着这个事来向上帝来恳求。哈利路亚！富强教会要尊主你最大，主啊，求你来带领阮富强教会，会当行伫你真理话命道路顶面。主啊，阮的教会要正做一个城市的祝福。主啊，相信阮啊为着台湾的正教会，向上帝你来恳求，求上帝你伫阮正教会伫传扬主你福音的时阵，主啊，我们像亲像灯塔一样伫台湾每一个角落来点灯，来拯救灵魂。主啊，我们有宣告的大使命。主啊，我们也将阮属天的恩赐来供应互阮，赐互阮。主啊，你切开阮，正做你中央的福音的使者，互阮的教会正做福音的出口。主啊，求你来大大来祝福阮，你互阮有智慧、有信心，引带较侪人来认捌上帝。相信阮也要保守，伫今日要受洗兄弟姊妹。主啊，你搁一遍来坚固因的信心。主你的话语来充满因。主啊，因你要时时来帮助因，互因无有拄着艰难甲阻碍。主啊，因要一生领受你丰盛的使命。主啊，相信阮也为着阮教会这的团契牧区团队小组，互阮会当卫生伫咱每一个小组教会生活顶面，互阮的性命得到丰盛，互阮伫倒内底领受主你的听。主啊，我要紧紧抓牢你。主啊，阮的一生要来跟对你。主啊，主啊，我要对你的圣手来恳求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这个时阵，咱为着咱教会青年的事工，为着咱的青年牧师、水平牧师，来祈祷。咱为着咱教会儿童的事工，主日学，提摩太的事工，咱向上帝来恳求，或者细囝会当伫年纪的轻轻的时阵，会当去了解上帝。咱为着这个事来向上帝来恳求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我哋不管什么时代，我都要互你互主来兴起。今年的世代是教会兴旺的群体，求主你来保守阮教会内的青年人，因的希望会当定睛伫
伫上帝的心上，互上帝来引带因的性命。主啊，你点导因火热服侍的心来服侍主。主啊，你来引带因头前的道路，互因的思想甲因的行为，拢当合主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帮助水皮牧师有主你美好的同在。主啊，伊要承接青年的大使命。主啊，你要加倍，互伊领受对你遐来的恩果。主啊，你也要兴起一个青年人来协助牧师，互伊会当诚心侍奉富强的青年世代。主啊，你是有大作为的。主啊，我要互因，互上帝你来使用，求主你来带领因，伫因的职场顶面，无论因的家庭、因的婚姻、因的细囝，拢有主你同在的保守。主讲，毋当主讲，互细囝来亲近我，毋当禁止因，因为天国是属于因的。主啊，求你搁一遍来兴起一的主日的老师同工，互因会当投入教导细囝，互因行伫正直的道路顶面，互因一生对主无偏离。实随咱也为着咱教会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关系，咱向上帝来恳求，互咱的夫妻亲子，互咱的伫咱人生的职场顶面，咱拢向上帝来恳求，互咱有一个和好的关系。咱也求上帝搁一遍帮助咱引带两捌二捌上帝的厝里来的人，咱也为着咱教会兄弟的经济来源，向上帝来恳求。咱也为着咱教会软弱的兄弟，咱也知影因的软弱，咱就常常为着因来提名祈祷。咱将这个事来向上帝来恳求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总是有阮教育丰盛的供应。伫阮的家族顶面，你拢有阮的责任，有伫阮的家族顶面有责任，会当来信任，互阮伫阮的财务顶面会当突破，互阮伫阮的经济上，拢有主来阮有一个稳定的收入。阮来求上帝你来使用阮每一个人手所做的工作来应用主。主你赏赐阮，祝福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而且甲主同同在。我要经历你迄个平安甲喜乐。主啊，我嘛为着阮厝里面来也毋捌认捌上帝的人，求上来献上祈祷，求上帝你帮助阮，用阮的生命来影响因，来活出基督的美好。引带因早一日来认识上帝。主啊，你会听伫我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，无论阮的夫妻、亲子之间，拢有一个和睦的关系，互阮伫阮的职场顶面，拢有好的互动，互阮甲人之间拢有契合的关系。主啊，对你的心所要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香拜在你面前，成做你欢喜的节。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香拜在你面前，
咱为着咱今仔日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祈祷，求上帝帮助牧师，伊温哥牧师、何牧师有好的精神，互伊伫今仔日所讲的信息拢充满开力。咱为着咱今仔日的服侍者，互因伫服侍顶面有主的恩赐，有主的同在。咱为着咱今日会友，会当带着一粒较无的心来领受教导。咱为着这事来向上帝来恳求。天父伯伯天地，阮感谢你，求你圣神高我加倍伫阮夏牧师的身上，何牧师今日有好的精神甲体力，互伊所讲的信息，拢要充满热烈甲祝福。主啊，阮要有较无的心来领受。主啊，阮要将阮今日所有的服侍同工、主日的老师、聚会阮的事献、交代、敬拜、献诗、交通影音，所有的一切，拢要求主你来保守，互阮的顶事拢有主你的同在。主啊，阮喜爱你喜爱阮同心合一的服侍，求你互阮会当单单来服侍你。主啊，你将喜乐的泉源，搁一遍来充满阮，除去阮所有的搅扰，我们伫遮来专心敬拜上帝，我们谦卑来领受。主啊，阮也求你，互今日第一遍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，互因会当透着诗歌乐乐，伫牧师分享上帝的话语顶面，领受恩典，祝福满满。主啊，所我们献上感恩甲乐乐的节，即时求你同在，你将喜乐的灵、生命活水来充满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以伫土放阮受捆绑的心灵。主啊，我们献上阮每一个诚心的祈祷，恳求主你来接纳，感恩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即是咱做伙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听他的声，因为我可你，我在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。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求你的名，时常敬诚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主啊，我要对你的圣所来举手。所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？愿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，正做你欢喜的祭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这是咱着学了这声，用咱的诗歌，用咱的歌声来学咱的主上帝。何山呐！何山呐，何山呐，何山呐，冠之冠上帝。何山呐，何山呐，何山呐，冠之冠上帝。咱着这声学了，学了主的生命，然后归后主上帝。何山呐，冠之冠上帝。何山呐，何山呐。何山呐，何山呐，冠之冠上帝。何山呐，何山呐，
萨那归之冠上帝，咱着这声阿罗，阿罗主的生命，咱的荣耀归主上帝，阿萨那归之冠上帝荣耀，荣耀荣耀，我荣耀归之冠上帝，荣耀荣耀。我荣耀归之冠上帝，咱着这声阿罗，阿罗主的生命，我荣耀归乎主上帝，我荣耀归万王的王。咱请女性来听。阿那，阿萨那。和散那归之冠上帝，和散那，和散那，和散那归之冠上帝，咱的这声阿罗，阿罗主的生命，咱的荣耀归乎主上帝，和散那归之冠上帝，荣耀荣耀，我荣耀归之。上帝，咱着这声阿罗，阿罗主的生命，我的荣耀归乎主上帝，我的荣耀归主我的王。咱着这声阿罗，阿罗主的生命，我的荣耀归乎主上帝，和散那归之冠上帝。咱着这声阿罗，阿罗主的生命，我荣耀归乎主上帝，我荣耀归万王的王。哈利路亚！咱将一切荣耀归于咱天父上帝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合派一家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的羊羔，你是万王的王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愿荣耀拢归于你。主啊，你已经得胜啊！哈利路亚！主啊，宝座前有大水的声音。宝座前有大水的声音。荣耀冠冕拢归于我，天地山拢合派敬拜伊，圣有歌是万王的王，宝座前有大水的声音，荣耀冠。拢归于我，天地山拢合派敬拜伊，圣有歌是万王的王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圣有歌已经得胜利。归主，圣有歌是万王的王，宝座前有大水的声音，荣耀冠冕拢归于我，
为主，成有个是万王的王，成有个是万王的王，成有个是万。